台北草山的坪顶古圳，伫台北市草山的坪顶地区，先民为着解决食水甲灌溉的需求，总共有开过3条古圳，就是坪顶古圳、坪顶新圳甲顶峰圳，分别建造伫1834年、1849年甲1909年。到即阵，拢总有100多年以上的历史啊。其中，坪顶古圳上界有名，伫北部地区，真侪爱爬山的人应该拢捌行过即条古圳。坪顶古圳伫社区居民甲七星农田水利会共同的维护之下，大部分犹阁保持原来古朴自然的模样。当地溪水的水质真清，有蕴藏丰富的生态资源，肉叶莺、长尾山羊仔，甲真侪真罕见的鸟仔类，阁会当看到真侪台湾的原生食物，甲保育类的树甲、花金菇、独角仙才会通拖。若是附近居民不时会去散步的一个好所在，休假日嘛有真侪游客会来遮行踏。几年前，台北市政府为着推广生态旅游，认为古圳沿路步道的石刻仔有像青苔，惊讲游客行石刻仔路会滑倒，煞将原本古朴的大屯火山下安山岩的石头刻仔，全部换做外来的土墙啊！当地的居民甲真侪游客，拢感觉非常不可思议，认为亲像是外来种的入侵共一样。这款做法对也毋对，真值得思考。作者陈宪国。